你喺 Facebook 見到我好似係 Facebook，因為上啲期我哋就嚟抽咗嗰啲多要玩又嚟到ChatGPT臥底美容團嘅實測時間，今次試做咗一個2985選2嘅療程，喺 WhatsApp 度預約咗時間。咁我哋問佢係咪單次收費，佢哋話298試做價，冇其他額外嘅收費。但只有想 join 就有 plan，咁就睇下到時會點啦。Let's check！ 一上到去，裝修普通冇乜特別，見到兩間房係以玻璃門嘅設計為主嘅。咁我哋就試下個療程先，轉頭再同大家報告下咩情況啦。後面有個同意先啦，咁呢個咧係白光啦，就同一般嘅太陽底下睇到嘅皮膚情況啦。呢啲位咧比較有多接觸嘅皮膚比較容易敏感啊。係啊，皮膚比較薄啊呢啲位。咁之後我哋睇個水分啦，做深層facial嘅時候咧，可能貼多少少啦，咁同埋平時喺屋企咧，如果可以求嘅肌膚 mask 就最好啦。見到咧呢個咧係嗰個皮脂分泌位啊，咁基本上呢啲脂位啊呢啲都正常嘅。咁毛孔咧都主要都係分布喺呢啲位置啦。咁色翻咧其實就唔算話做很多。咁同你介紹下今日個全文先。我哋今日係做輪廓嘅，首先呢個係你真係做，因為我最多人主要做輪廓，我都想叫你輪廓啦，同埋整翻喺入邊咧可以幫你做靚啲嘅。因為我會幫你做翻呢個水分先，BB 做咗咧會做咗全皮先嘅，令你個皮膚落翻啲水分啦，之後就會做 BB 油咯。可能咧點解咧會有抽獎嘅？你喺 Facebook 見到我好似係 Facebook，因為上啲期我哋就嚟抽咗嗰啲多要玩咁樣。咁大家係注意翻到西啦，佢大火需要份好用住先咯。好，呢個冷機就要計一段時間。拜拜。同大家分享今次探店嘅體驗。今次嘅體驗相對較為輕鬆，填表之後就做咗一個 AI 分析。顧問開頭同埋治療師一齊去了解我嘅皮膚狀況。嗰陣係冇講價錢嘅，但都有問我係咩途徑可以揾到佢哋鋪頭。之後就帶咗我去一個角落頭位係專貨影 before 同 after 嘅相。治療師喺過程中只係問我平時有冇做啲咩療程或者護理，同埋佢有話過公司係會有活動嘅抽獎，咁佢做嘅過程都細心嘅。出到房就準備咗碗糖水俾我。當時我係冇入房嘅，係由治療師簡單咁講解下啲 plan 嘅 package 價錢。當時顧問係有在場，但係佢冇走嚟同我介紹。當我拒絕咗個治療師之後，都冇特別，仲好有禮貌咁笑住同我講拜拜。阿 check 嘅小貼士係，試做咗298兩項療程嚟講，性價比係好高嘅。不過試做之後就會正價收費，佢哋亦都有提供 plan。如果你哋覺得價錢、服務同埋有效果都可以考慮下㗎。阿 check 係會列佢為一間好店，評分環境3.5分，服務4分，黑箱程度0.5分，CP 值4分。想睇多啲探店影片就快啲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Flex 啦。